謝霆鋒崩潰痛哭認命，張柏芝苦熬10年祭出致命殺招，王菲深夜捏碎佛珠慘遭出局，鳳飛戀12年童話徹底致命。在娛樂圈這個永遠不缺話題的大舞台上，一則謝霆鋒崩潰痛哭認命，張柏芝苦熬10年祭出致命殺招，王菲深夜捏碎佛珠慘遭出局，鳳飛戀12年童話徹底致命的消息如一顆重磅炸彈，瞬間在網絡上炸開了窩，引發了無數網友的熱議和猜測。然而，這看似驚爆眼球的新聞背後，究竟隱藏着怎樣的真相呢？謠言起因，流量至上的惡意炒作。在當今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，流量成為了衡量一切的重要標準。為了吸引眼球，獲取點擊量，一些不良媒體和營銷號不惜編造虛假新聞，利用明星的知名度和話題性來製造噱頭。鳳飛戀自復合以來，一直是公眾關注的焦點。其長達12年的情感歷程，承載了太多人的期待與想象，也成為了媒體炒作的絕佳素材。此次謠言的編造者，正是看中了鳳飛戀的高關注度，精心炮製了這出大戲。他們將謝霆鋒、張柏芝和王菲三位明星的情感糾葛進行扭曲和誇大，添加了崩潰痛哭、致命殺招、捏碎佛珠等極具戲劇性的情節，試圖引發公眾的強烈好奇心和情感共鳴，從而達到吸引流量、謀取利益的目的。謝霆鋒堅韌前行，何來崩潰認命？謝霆鋒，這位在娛樂圈摸爬滾打多年的全能藝人，一直以來都以堅韌、獨立的形象示人。從早期的叛逆少年到如今的成熟演員、成功商人，他經歷了無數的風風雨雨，也承受了巨大的壓力和質疑。在感情方面，謝霆鋒與王菲的復合，是他對真愛的勇敢追求。儘管這段感情面臨着諸多外界的壓力和挑戰，但他始終堅定地與王菲站在一起，用行動詮釋着對彼此的承諾。在事業上，謝霆鋒不斷突破自我，不僅在影視領域取得了優異的成績，還涉足商業領域，打造了自己的品牌和事業版圖。面對此次謠言，謝霆鋒並未做出過多回應，而是繼續專注於自己的工作和生活。他用實際行動告訴大家，他不會被這些無端的謠言所影響，依然會堅定地朝着自己的目標前進。所謂的崩潰痛哭認命，不過是謠言編造者的一廂情願罷了。張柏芝獨立堅強，沒有所謂致命殺招。張柏芝，一位美麗而又堅強的母親，在與謝霆鋒離婚後，她獨自承擔起了撫養2個兒子的重任。這10年內，她經歷了無數的艱辛和困難，但始終沒有放棄，用自己的愛和努力為孩子們創造了一個溫暖、健康的成長環境。在事業上，張柏芝也一直在努力尋找突破。她參加綜藝節目，出演影視作品，不斷提升自己的演技和知名度。雖然她的演藝事業並非一帆風順，但她始終保持着積極樂觀的態度，勇敢地面對每一個挑戰。所謂張柏芝苦熬10年祭出致命殺招，完全是無稽之談。張柏芝一直以獨立堅強的形象示人，他不會也不屑於使用一些不正當的手段來達到自己的目的。他所做的只是努力過好自己的生活，照顧好孩子，同時在事業上不斷追求進步。他與謝霆鋒之間的關係也早已隨着時間的推移變得平和而理性。他們共同關心着孩子的成長，以一種成熟的方式處理着彼此的關係。王菲灑脫隨性，不會因謠言出局。王菲，華語樂壇的傳奇天后。
以其獨特的嗓音和灑脫隨性的性格，深受歌迷喜愛。他的感情生活一直備受關注，與謝霆鋒的復合更是成為了娛樂圈的一段佳話。王菲對待感情的態度始終是真誠而坦然的，她不會在意外界的眼光和評價，只遵循自己內心的感受。與謝霆鋒在一起的這些年，他們相互理解，相互支持，共同度過了許多美好的時光。此次謠言中稱王菲深夜捏碎佛珠慘遭出局，更是荒謬至極。王菲一直有着自己的信仰和生活方式，她以平和淡定的心態面對生活中的一切。所謂的捏碎佛珠，不過是謠言編造者為了增加戲劇性而虛構的情節。王菲不會因為這些無端的謠言而改變自己的生活，她依然會按照自己的節奏，享受着屬於自己的幸福和自由。鳳飛戀12年，真愛經得起時間考驗。鳳飛戀自復合以來，已經走過了12個年頭。這12年裏，他們經歷了無數的風風雨雨，也承受了巨大的外界壓力，但他們始終堅守着彼此，用行動詮釋着真愛的力量。他們的感情並非如外界所傳的那樣脆弱不堪，相反，他們在經歷了歲月的洗禮後，更加珍惜彼此，更加懂得如何去經營這段感情。他們不會因為一些無端的謠言而輕易放棄，而是會攜手共進，共同面對未來的挑戰。鳳飛戀12年的童話並非如謠言所說的那樣致命，相反，它是一段真實而又美好的愛情故事，值得我們每一個人去尊重和祝福。在這個充滿浮躁和虛假的娛樂圈裏，他們的感情就像一股清泉，讓人感受到了真愛的溫暖和力量。理性看待娛樂圈謠言，守護真實與美好。娛樂圈的謠言就像一場永不停歇的風暴，時不時就會席捲而來，給明星們帶來不必要的困擾和傷害。作為觀眾和粉絲，我們應該保持理性和冷靜，不被這些謠言所左右。在面對娛樂圈的新聞時，我們要學會辨別真假，不輕易相信和傳播未經證實的訊息。我們應該尊重明星們的隱私和個人生活，給他們足夠的空間去處理自己的感情和事業。同時，我們也要珍惜那些真實、美好的情感故事，用理性和包容的心態去看待娛樂圈的一切。謝霆鋒崩潰痛哭認命，張柏芝苦熬10年祭出致命殺招。王菲深夜捏碎佛珠慘遭出局。鳳飛戀12年童話徹底致命，這則謠言不過是娛樂圈虛假新聞的又一個典型案例。我們應該從中吸取教訓，學會理性看待娛樂圈的種種現象，守護真實與美好，讓娛樂圈成為一個充滿正能量和溫暖的地方。在娛樂圈這個光怪陸離的世界裏，謠言如影隨形，像此次謝霆鋒崩潰，張柏芝使殺招，王菲出局，這般荒誕不經的虛假消息，不過是眾多無端臆測中的冰山一角。他們憑借着誇張的情節、吸睛的表述，在網絡上肆意傳播，搞得輿論場烏煙瘴氣。這些謠言的背後，是部分人追逐流量、謀取私利的不當手段，卻給明星們帶來了極大的困擾與傷害。謝霆鋒的堅韌，張柏芝的堅強，王菲的灑脫，都在謠言的衝擊下被無端曲解。而鳳飛戀歷經12年風雨，本是真愛的見證，卻也被謠言惡意中傷，險些蒙塵。作為觀眾，我們應保持清醒的頭腦和理性的判斷，不被謠言牽着鼻子走，不輕易相信傳播未經證實的消息，是對明星們最基本的尊重，也是維護健康網絡環境的責任。讓我們把目光從虛假的八卦中移開，
多關注明星們帶來的優秀作品和正能量，用理解和包容的心態看待他們的感情與生活，給予他們足夠的空間去書寫屬於自己的故事。願未來的娛樂圈少一些謠言的紛擾，多一些真誠與美好，讓真情得以綻放，讓本真得以流傳。本真